在座各位法师们、居士大德们，大家好，阿弥陀佛！很高兴今天来为各位介绍师父写的这一章，就人生最大的美德是慈悲，人生最大的勇气是认错，人生最大的收获是满足，人生最大的力量是信仰。 各位是信仰，这句话我们简单、比较肤浅的比较粗略的来跟各位大家来报告，人生最大的美德，就是最好的美德，让大家赞叹的、学习的，这种最好的品德、仁德，最好的值得大家向你学习的是什么？是慈悲这两个字。慈悲就是能够有宽敞的度量，能够包容别人。 宽恕别人，能够原谅别人，就慈悲，就慈悲。处处看到别人的灾难，我们也能同情怜悯，怎么样能够扶助他，帮助他渡过难关？所以这种叫做慈悲。而一个人有慈悲，你看佛就大慈大悲。为什么叫大慈大悲？不忍众生苦啊！ 不忍众生苦，不忍众生受苦受难，他看到就如同自己这么痛苦，想尽办法，用一切方法就是要救度。所以各位，这叫做慈悲。我们要向佛、向菩萨来学习。人生最大的勇气是认错，很多人没有勇气，做错了，他要掩盖，他要搪塞，想尽办法要脱逃。各位，这是没有勇气的人。 我们知错能改就是大丈夫嘛，知错能改就是个好人。所以人生最大的勇气是什么？我知道我错了，不对，我就承认。我曾经跟你们说过，我以前呢在中立，在办佛七的时候，佛七有一个南众居士，他在20-30年前，他曾经犯过一个很大的错误。 但是他从来不敢说，隐藏在内心当中。他只有偷偷的跟佛有时候忏悔，但是从来不敢对外人来宣讲说他的错误的地方在哪里，不敢讲。结果那一天佛期结束了，我说我要今天让莲友们一个机会，只要你有勇气站出来承认过去的不对，把它很 清楚的表白把所有说得清楚，做错的地方说清楚。如果你能把它表露出来的时候，你的罪马上就化消。这个男众已经被了这个罪业压得喘不过气来了，良心不安了。晚上他睡觉那个灵魂没有办法很清净，所以他很痛苦，就好像关在牢狱里面一样。 那一天刚好师父讲出这个话题以后，他欣然接受，勇气的就举手，师父你给我机会，这样他就站出来，开始讲。20多年前，他曾经做过一次没有办法原谅的行为，结果他讲出来了，讲出来在讲的当下，我们所有在场的莲友们看到他背后这个背后有一个毫光好像戴的帽子一样，本来就像斗笠斗笠远远的一个斗笠，原来是在背后。结果他讲完了以后，他那个远远的圈圈就像毫光，慢慢的往上，一直往上，冉冉的上升，然后出现在他这个头部的后头，那个光整个涌现上来。 出现开来，各位，你看，一旦忏悔，你看你的功德就暴增了，功德自然就增加了。所以这一个人各位，我很赞叹他这位南众居士，很有勇气。所以如果你有勇气，就我认错，我就是承认不对了，我错了，我做错了，那你讲出来，这个罪马上就化消。 好像一个水把脏的东西冲刷干净了。所以各位，这是我们应该要鼓励大家我们人生最大的勇气就是认错，人生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满足满足。一个人满足是最幸福的。有的人很有钱，他不满足，
还是每天烦恼，还是每天痛苦。所以你看，有钱也会痛苦。但是我们怎么样避免痛苦呢？怎么样减少烦恼呢？就是你满足嘛。收获是什么？满足。只要一旦人知足就常乐嘛。我有经常非常的幸福快乐，原因是我满足，非常的满足。所以各位很重要的观念，只要一个人不满足，能够满足的人，叫做不贪、不争、不求、不怨啊，也是不会跟人家争的，不竞争，所以他人生结善缘，每天日子可以讲说是很安然无事，非常欢喜满足。所以各位最大的收获，一个人在人生的生活过程里面，可以讲说是最好的修养就是满足，最好的认知是满足。最好的德业就是满足，能够得到满足是人生最大的收获。人生最大的力量是信仰，因为有了信仰，我们就知道方向了。我以后要去何去何从，我有明确的方向，有一个固定的目标，你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不会很盲从，我不会颠倒。不会心里面恐惧，会不会怯弱，不会害怕。所以各位最大的力量是什么？就是信仰。在你最关键的时候，你知道吗？你有信仰就到好的地方了。有信仰就有力量，有信仰就有力量。所以各位，你看多么重要。很多人啊，不信神啊，不信鬼啊，不信佛菩萨，结果就为非作歹了。等到要堕落的时候，在那种最黑暗、最痛苦的这种地方，那时候求救无门呐、那时候才晓得说：“哎呀，我一定要信，我一定要信。”你看，各位，你们知道吗？秦桧啊，秦桧是吧？堕落在地狱里面。当时他因为杀了岳飞嘛。杀了岳飞，想尽办法，不择手段，用尽一切的计谋，把这一种这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设计陷害。但他造了无量的罪业，到地狱去的时候，本来有一个地藏王菩萨呀出现了，来告诉他呀，因为之前秦桧本身就是在地藏庵呢。地藏庵当一个知客师，当一个香灯师，因为有这个因缘，所以地藏王菩萨一看这个人过去有这个种子在吧，可怜，就同情他，赶快要来度化。知道他在地狱受苦了，就是叫他说：“你赶紧，你念个佛，念个佛，这样，这个字叫什么？”他是个宰相嘛，我连那个佛我都不懂吗？不愿意听，不愿意接受，就不愿意念。结果佛说：“怎么这么难度啊？你个性这么刚强啊！一旦有地位了以后，就贡高我慢了。叫他念这个字，你只要念出来，业障就消了，马上就脱离地狱了，他就能够离苦得乐。他偏偏不愿意。你看秦桧就是不愿意念。”所以最后他受苦了不知道要几百劫的时间在那边折磨。各位，你看我们有信仰，只要你有相信，念佛马上就跳脱，马上就离开，你看得到幸福了，有黑暗迈向光明。所以各位多么重要啊！各位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希望大家要注意，大家互相来鼓励，好不好啊？好，阿弥陀佛。